2个目前30岁嘅后生嘅王友贤同欧松发，现正看到台湾嘅农业一直提弱势，又不时会发生食品安全嘅问题。农学院毕业过后，伊能本单提做其他嘅投入，里面家庭向下整一张名录农业销售平台，伊能讲自家系农业经纪人，实际去到山地了解农民嘅困境。大帮去打嘴鼓、去问、去样片、韩国相片来做产品分析，除了审核把关，还要清楚特色，打造产品嘅新风貌。伊能还结合被科技公司、韩国后生策划家，也算一个设计相关行内嘅学生嘅设计产品嘅包装，韩国规划产地游览，为台湾嘅农产品增加价值。农研度方两个后生人同农民伫个讲法，13日拿点笔写字条，然后一个是拿点平板电脑做记录。那你真的有做过肥力改善或者是病虫害防治吗？我只有做病虫害防治，所以没有做过土壤的肥力改善。按用为中韩国病虫害防治到改善内容嘅方式，都详细嘅记录下来。主要是看它的环境，就是包括它的林田啊。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林田的如果喷药会影响到这个地方嘛，那还有包括它如果它以前是种惯型的话，那它如果就是改做的不够久，那它土壤里面一定会有残留嘛。那还有包括了解说它到底病虫害。现在如果他已经真的不使用农药的话，他是怎么防治的？这一片种葡萄种了30-40年，我们不可以建30-40年也不是。那这个开始，阮按用嘅工作，阮都按详细系农业经纪人，头一摆同农民接触嘅重要工作，行到东山网尚未清出行卡多嘅农业名声。刘皮肤系行到ที่17嘅客户。普通农刘皮肤去年起是对传统嘅耕种方法改做自然农法来做，葡萄无贩卖类数，唔伫外卖到哪去。在我们这一边，所有的葡萄农因不得见贺，因的是好欢难，叫欢难来收，然后他自己要多少利润，他自己打开，他也不管你的葡萄的品质好跟不好，什么都不管。我不能跟着我妈他们那一代的走，因为那一代的农夫有那一代的农夫的时代背景，我这个农夫要有我自己的脑袋，可是所以我走第2年了，我的脑袋告诉我，我的行销有瓶颈。古数刘皮粉上个前日来听书，有200啲名录方发现到有农业经纪人按呢个名词，记住同上个了解，古数记住实的去寻佢阿头。这是我的第2年，我的知名度没有打出去，这是第一个。而且我要告诉人家说，我的葡萄有多好吃，有多好吃，必须要有人吃过，还有像这样子踩踏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帮我做推广，我才有办法走出去这个行销。从阿皮粉案内，唔上本番的创意术，佢用摩托邮寄来耕种嘅农民进来见到，三接上会读到，同时唔知会买到哪去嘅困难。现正看到台湾小农有心有项目度，头摆托农学院通用环境科学内嘅王友贤同欧松发，决定嚟做农业经纪人。去年用嘅意思成立农业销售平台，决定巧妙自家嘅事业，每嚟同台湾嘅农民听书。那你们这边附近有林田就是你们附近的林田，那些是种什么东西？稻米。稻米啊。随便列3个。小农按道按用嘅前出接大学有特色嘅小农咯，头一步就会按设计许多农业来了解农民对产品有落什么，有问题家下还会用平板电脑传到名录方，来同农民前比抢高。就是像我刚刚有记录一些表格上没有的资讯，然后有一些资讯是用，比如说把它用画的画下来。那我刚刚就是直接把荧幕截了之后就发给我的农友。那等下农友他可能会就是回传一些，就是说那他看到的问题可能在哪边，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在一次的探访里面去做到，就是一个确认跟把关。
野豆有农业背景，还會設計起名困難來作為野豆嘅生長，韓國片重開嘅情形。再共用翕相機同運動攝影機，用目標嘅角度來記錄觀察。一擺潛到嘅新小農有奶豆體質好打錯。像我們剛剛特別從譬如說雞的視角來去做一個切入，然後譬如說直接用仰望的方式，或是直接在觀看土壤裡面的蟲，或是我把GoPro 舉高去看整個溫室的環境，然後來幫助就是消費者快速了解這個農場的環境。其他消費者嘅角度來了解農業嘅環境，韓國做嘅成長，美圖按豐富各種生態嘅面向，建設做小農專有嘅 MV 影片，並到賣產品嘅農業行來上映。因為不管怎麼樣，你必須要保護好你的這個明星，因為他如果做得好，你才有收入來源。對。那所以我們在過程中，不管是投入輔導，不管是投入包裝，就像是經紀人去幫他，譬如說讓他上課，讓他上美姿美儀去練習跳舞。其實我們這個經紀人的角色，重點也是最後把產品能在舞台上發光。得其成長嘅時節，農業經紀人就會在過去拜訪小農，可能有乜嘅新嘅東西，會變到名錄風氣。從佢去年加入嘅farm整個，就顯明感受到賣出去嘅量有增加。從今年啊，產量又提升一啲咧，做到第3年啊，產量又好好一啲咧。啊，記得咪讓我買到好好嘅價值。啊，對我來講啊，我嘅收入沒有幫助啦。冇像前2年哦，曾經按到2000左啊。其實除了有朋友講哈，當場冇聯絡嘅朋友打電話幫我講，我到個名站當會看到嘢介紹呢，亦都批評人介紹講哦，咁樣做，讓寫故事嘅感覺，挺好啊，就提升自己的對個一份工作嘅成就感。我們在這段時間一定會有消費者的問題。那我們等於是代替消費者把這些問題再跟就是農友溝通，然後跟農友溝通之後，農友他也會有一些想法，然後有一些啟發。那我們再把這些啟發重新再放回到我們，譬如說不管是網頁啊，不管是傳單，這些 flyer。你這裡比較多。像剛剛我們有位經紀人農民就加動安心，佢說farm整個唔是在搞煩惱，東西會賣到哪去，是為專心顧好產品嘅品質就好。又專業。啊！你交本機農產品互利啊，哈，互相，我也好好做，佢也好好做啦。啊，我做得到，我嘅品質10個含引提高，想辦法去提升安尼自家嘅品質。啊，佢行銷，佢咪做得到，安尼也都做出來東西哈，買到好好嘅價值。對於老農的部分的話，我們是希望協助他們做一些認證，因為他們本來就比較沒有認證的概念。如果他們有希望做有機的話，我們也可以協助他。那對於青農來說的話呢，那我們可能會輔導他，讓他的產品除了做生鮮的一級產品的銷售以外，那他也可以嘗試做一些比較特別的加工品。留一粒一粒嘅有機桶間，並到卡內邊有合乎環保嘅質量嘅度好。再個留大家農民嘅 DM 手機並落去，也到宣傳單同樣片都給經紀人免費提供，算係也到愛投資嘅，希望商戶來建立信用。我今天我對消費者互信就是我幫你把關到最好的品質的農產品。那我對農民的互信就是我今天你農民把東西交給我，我可以幫你賣掉一個價錢，你之後賣掉，譬如說你就是賣給我多少錢，那我賣給消費者多少錢，那這是一個很單純的，對農民來講最簡單的方式。能為設計包裝，農民咩唔是煩惱，農業經紀人同樣會聽處理到好勢好勢。將佢傳統嘅米類包裝，頭擺蛋蛋都可以較簡單，色蛋蛋就係太體色，咪就係較暗色。有想法就同價嘅盤，同好蛋味用橙色再個幫地位塗到去，為產品還較大眼。我們以田為去做這個意象，然後去做這樣子一個 logo 的設計，對，然後就是代表它從就是種植下去，然後到最後的豐收這樣子。那在本身上面，我們也會去做一些像譬如說，因為它的生態相很豐富，所以我們會把它生態相去用一個
插画的方式，然后去打在它的那个包装上面，然后也会去叙述说它这里它的一个种植方式，然后用一些文字去做说明，这样子。行道唔但唱做经纪人、汉听健身，仲参出头家、插画家，韩国对设计有兴头家太好神，老农民天数，双方做嚟讲係上帮上聽。这样子的合作，第一个，我们农民他一开始可能没办法拿出那么多的钱来，立即性的拿出那么多的钱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设计。那我们透过这个分润的机制，让农民可以透过销售他的产品，分润回给这个插画家。那对插画家来说，他多了一个实际让他的作品曝光在民众面前的管道。那他也不会说，我做白工，他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增加他的一个收入。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很多农民都都觉得明明东西都那么好，可是就是他们的产品都是一直被忽略，因为有一些可能我不了解客户的想法，或者不了解就是大家，就像 icon， 我本来也不知道说原来可以放在上面，就是他们的对注目性来说很高，然后我也是在这里慢慢的学，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反而可以比较快接近客户的想法吧，就是如果我以后出社会，我不会就是什么都不懂。平台成立到今90多年，成绩茫茫的。不過家條未發現到，會講到農民很改變想法，色彩和意多關。第一个是我们会需要，跟农民接触的时候，不是每个农民都可以接受这种，在网上销售啊，或者是我们要求一定品质这些要求。那所以我们在说服农民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麻烦。对，那包括它的标示啊，它的一些检验报告，我们都会跟他拿，他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么麻烦这样子。為到為推廣本客家當人地，為消費者客家了解產品，加到簽到科技公司來合作，用數據分析、研核及工業物解，設計身體小理行天字票，為消費者去到身體了解，一個東西係用嚟生產出來嘅。行廠咪會介意身體附近嘅文化景點，按呢規個農業就會客家有價值。基本上我們都會希望可以把當地的文化每個都就是雲端化，那讓每個行程都可以是等於說像是一個單獨的票券商品這樣子。那這樣以後消費者只要他在網絡上就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一站式訂購這附近的包括住宿、旅遊或者是文化體驗和農遊行程。那我們自己本身因為擁有蠻多的客戶，我們蠻多的 user 在用我們的服務。所以我們其實也有一部分是，從 user 的使用歷程，我們可以知道大家的喜好。那從這個喜好裡面，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可以推廣什麼樣的工具去縮短他拿到產品的時間，或者縮短他接觸產品的時間。就是他可能平常要透過很多媒體才看得到，可是透過電獺的一個分析之後，他可以很快就接觸到這個產品。那他的喜好我們會開始漸漸知道之後，我們可以把這些數據回饋給農民，告訴他說你的產品，譬如說，可能北部人比較喜歡，南部人比較喜歡，然後或是男性喜歡，女性喜歡，你去說我的東西很好，那你一直強調健康健康健康，但是譬如說真正想買健康的那一群人不買你，那問題出在哪裡？我們就可以開始一起跟農民一起去 figure out 到底怎麼回事。也是家到銷售嘅平台已經有900人好嘅產品喺度賣，富途嘅農民漸漸咩有意識嘅。韓國已經同俄羅斯、印尼、中國大陸也到提起嘅物流商連連攞到，家到工業、文創同科技，為打造出一個台灣農產嘅大名聲，為台灣嘅農業行較強、行較讚。